继续来看立委鲍坤基炒股票，红判刑2年10个月，确定昨提前去坐监咯。也毋过鲍坤基并无互剥夺公权，所以就算去互关，嘛袂影响到伊立委的资格。到其他立委来认为讲，应该针对立委互判刑了后，刑事职权的规范来修法，安尼才合理。 警备车慢慢开入花莲家乐，详细看，车顶这名穿白色衫的男子，就是花莲县前县长、现任的无党籍立委鲍坤基。反正今仔日入监，煞意外提前1天报道，使人怀疑是毋是要相骗媒体。入监的第一天，伊的状况一切拢真好。检狱期都是一个人睡在一间的，因为他吃素的，所以他进来就把饭菜吃完了哈，睡得很好。 但14天的假日结束了后，监所会开会讨论，刷来安置。不过，因为鲍坤基并无被剃夺公权，入监嘛袂影响立委的资格。这立委的工作应该安怎进行，是毋是有事实之顺？花莲家乐表示，目前无接到立法院方面的申请，嘛以受刑人的身份来应对，一切拢符合规定。 不过，当然嘛有立委认为应该要针对这款的案例修法解决，有计提案通盘检讨立委被判刑了后，这款刑事的规范，表示对选民的负责。